為書下為。第一部分詞語：一、點心；二、香噴噴；三、餐盒；四、碰；五、不要緊；六、相遇；七、面紅耳赤；八、姓名；九、勝利；十、打冷戰。第二部分讀物，然後太陽不慌不忙地從雲端走出來，慢慢地三刻而立，路人鬆開緊抓住大衣領口的雙手，句號。太陽逐漸加強熱力，路人逃出手帕擦汗，不一會兒，路人就熱得滿身是汗，於是把大衣和衣一件件咁脫了下來，一件件地脫了下來，句號。第三部分課後讀物五個讀物的詞語：一、老虎；二、獅子；三、大象；四、猴子；五、斑馬。